今仔日圣经则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10到14节。咱因为要互咱的学生，咱会当较清楚咱的圣经节的意思，所以咱的圣经节拢用华语吼。咱讲话时尽量用台语吼，今仔是台语礼拜，但是圣经节拢用华语吼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到14节，我用和本来读吼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这事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我们同心来祷告，三个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周末的时阵，外面咧落雨也寒冷的时阵，阮依然有这种福气，会当来敬拜你。但阮这大部分的学生，因拢已经开学，阮也感谢主，你互因继续来求学的这种机会伫咧。但阮求学，阮有学问，阮有当学着这个要明白什么，原来是互阮当愈明白上帝你伫阮每一人心意是什么。但今仔日阮伫主你的面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求你赏赐阮每一人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来领受。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我咱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是福音主日吼，福音主日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有毋茫伫今仔日所讲的，也是较浅的，会当互即个福音，互即个未信者会当知影。所以咱伫顶礼拜时已经有毋茫，咱会当邀请咱的朋友，邀请咱还未信的即个亲人朋友来参加。所以我直接要来问，咱有人第一遍入来教会啊无？有人请举手者好无？第一次进到教会的，有无？恁拢无邀请恁的朋友来哦。加油吼！咱福音主日就是要毋茫讲因会当到伫咱中间吼。咱伫咱中间时，咱会当用福音互因知影。咱嘛，你会记得咱教会的即个意向是啥物无？对内是什么？祷告的教会。对外是什么？宣教的教会，所以咱来去宣告，咱来甲福音互人知影。但是咱来安尼讲我为啥晓讲话？我嘛毋知要讲安怎。迄个时阵，你有一上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安怎，带你的朋友来教会就好啊。所以咱就是利用这个福音主日吼，这是咱今年福音主日咱有6次里面的第一遍吼。要问家来问讲，所以咱叫做福气临门啊。今天要讲新资源，为什么要叫做新资源资源哦？为什么咱看引言的甲咱问着吼？你毋知道下面这生活的问题啊无？第一个资源不足，所以资源不足意思是啥？你想要治啥，竟然无什么，迄就是你的资源不足。是我有，但是我无够使用，不够就是资源不足。像这资源，咱拢非常清楚，资源到底什么意思？那资源呢有很多种，包括你的时间嘛是你的资源，咱的世界的石油的矿物不足，这些东西就我资源的，你的钱不够用，资源不足很多哈，包括我智慧都不足这样怎么这一段怎么越读还是看不懂，也资源不足，就是你欠缺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有第二个，你有任何问题吗？你有疾病无？你有破病？不管是你是身心灵内底倒一项，全人的健康是身心灵。普通咱讲的破病，拢是干那身躯的破病啊。但是你的心、你的灵安怎？你感觉非常的安尼，好，敢若去有啥物捆绑着，不能喜乐，迄嘛是破病。你有这个问题啊无？第三，你会消极退缩袂？你会感觉讲我无啥路用。所以我
我尽量拢莫去和人比较，我着做一个乖乖，我着做一个隐形人就好啊。啊，若你要啥物件，我拢袂当，我袂晓，我袂晓。你有即种问题伫咧？你有自我形象低落无？你有感觉你有影各项拢袂使，你比人搁较弱，所以无较差不多。罗叶一开始时有讲到即个部分哦，伊感觉伊敢是一个空气，敢是一个花瓶，人看袂到伊共款，有点类似的是参像安尼。你有这个问题伫咧？你甚至有人际资源的不足啊无？就是讲你的关系无真好。咱现在咱看见哇，迄个人遐尼受到大家的欢迎。啊，但是若我的时，啊，囝仔拢无人，啊是我讲话啊无人要插我，你有即种问题伫了？你最后你有感觉你受到捆绑无？你常常有迄种罪恶感，你常常有感觉你不能袂当安尼真喜乐，感觉是安尼足无助共款的，足郁闷共款安无？你有这个问题无？我相信咱伫生活中间，咱加减拢有这个问题中间一个。咱福气临门呢，要甲咱讲安那。你在问题上面，神要帮助你，神要帮助你在问题上也让，而且还要祝福你。安怎来祝福你？咱看资源不足，就是咱今日头前要讲的。咱用福气临门的里面第一个新资源，要互你知影讲，你的资源，你安怎来改变你的思想，然后你就会当应付你的资源无够的这个部分。就是在2月20号哈，就是今天哈，就是明天啦。我们讲的是明天的日子。然后疾病呢？疾病的时呢，我们要在4月3号，就是那年周六型的4月2号哈，那边讲一个叫做福气临门的新生机，新的这种生机，互你一个激励力哈，互你知影对你的疾病呢，对你有帮助，对你疾病有帮助。第三，你若消极退缩时啊，咱伫6月时要讲一个叫做新态度，你爱安怎有倒这种的态度才对。过来自我形象的低落时，咱伫8月7号时，咱要讲一个叫做新形象哈。人际的支持不足的，咱伫10月2号时，咱要讲一个新的人际啊。最后一项，咱被恶者捆绑时，你要有一个新的心灵，新的心灵就是健康的心灵。这里12月时要讲，这是咱伫今年内底所要讲的这个有关福音主日哈。咱伫生活中间拢常常去碰到这个问题。所以今日头前要甲问讲，你要安怎面对你生活中间你的资源不足的时阵？他拄仔咧讲遐侪问题，包括你的钱财，包括你的智慧，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啊，包括你讲你会当使用这物件时，你是逃避呢，还是干脆就忽视掉伊？还是想办法去开发这个新资源？还是你重新从思想上去更改？开始讲啊，去认识讲，我这个到底我有需要，我根本无需要，你就免烦恼啊。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呢？然后甚至学习知足。我知足以后，我就这个根本就无关系去。伫咱资源无够时，咱到底要安怎？咱为伫圣经中间一个人物来学习，这个人物就是保罗吼，为保罗来学习。今仔日所读腓立比书第4章，就是伊所写，伊写有腓立比的教会吼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做来读一遍来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无论在什么境况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。腓立比伫倒一个所在？咱有圣经，已经看圣经在新约的后边的所在，它有一些地图。地图会讲到在地中海、耶路撒冷，讲到那些的地图。保罗当初去传福音，按照传。原来腓立比是啥？是在保罗一从到土耳其的地方，他再继续往西走，要跨过爱琴海，就进入到欧洲。从中东进到欧洲，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。
等于讲保罗一到一个完全是外邦人的地方的所在，伊头一个去的迄个就是腓立比，所以伫腓立比伫迄个所在，伊就甲建立一个教会起来。因为望即个教会呢，是伫外邦人都未开始福音未团结的所在，建立一个据点伫迄个所在。迄个据点时，对迄个所在，然后足多人信的时，就开始用西佮继续行。去欧洲的地方，佮去传佮较侪，包括去哥林多啦，这拢是保罗去传的所在。所以头一个据点对保罗来讲非常重要。伊伫迄个所在会友，遐即个会友，所以遐会友真侪代志拢对伊帮助。咱看即个经节就知影，伊写有腓立比的批信，这是已经到后壁，伊非常的欢喜，讲因继续咧甲伊帮助。但是伊已经要甲因讲，我其实我无我。我伫啥物情形下面，我拢真知足。我有可能是卑贱，有可能是丰富，有可能是饱足，有可能是饥饿，有可能有余，但是有可能是缺乏，拢无要紧。因为安怎？不是我厉害啊，不是我保罗厉害，因为怎样？第13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咱要来学习的是我们保罗，伊为什么会当安尼？咱头一个看保罗伊的生活供应是安怎？他都要看的是腓立比教会安怎，因来奉献互伊，甲伊同工，伊会差遣一个人去做即个保罗的即种伊的帮他的助手，可能甲伊斗摕物件，可能甲伊斗法律，讲要食饭啊，要啥只，伊派一个人去安做，所以腓立比教会呢对保罗很有帮助。伊差遣同工互伊，然后佮哪个奉献互伊，这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到第6节，不是很明显的讲，但是咱很知影。佮刷第4章第10节到第15节，都在说看到哪，看到讲腓立比多次供应保罗的生活也需要，不是生活所想要，是生活所需要，就是互保罗伊能够去跨入的伊的生活，然后好好的去传扬福音吼。第三呢，但是因为按内心保罗伊嘛够欠啊，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11章27节，使徒行传第18章第1节到第3节，跟20章3、4节讲的这个代志，就是保罗虽然有这个人咧帮助伊，但是伊犹原会欠缺。这个欠缺内底佫真，有的是真严重的咧。像讲伫哥林多后书第11章的第27节时，伊安尼讲。哥林多后书第11章27节讲：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裸体。这是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所讲的，讲伊捌安尼，多次又没办法困啊，然后又饥又渴，然后多次不能吃，又寒冷，然后又赤身裸体。这是在哥林多后书所写的，第使徒行传第18章所写的内底时，伊是讲着，伊伫迄个所在写着讲，伊遇到一个百基拉，甲这个亚基拉，然后伊两个的做伙底下做。织帐篷，原来保罗他的工作是织帐篷的，所以为了他的生活需要，一方面传福音，一方面哥林多织帐篷，再让使他能够没有缺乏。到20章的第34节时，伊把公安呢，他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他还是为了自己讲，我从来没有接受别人，我这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所以保罗虽然有腓立比教会来帮助伊的时，伊的生活犹原是有缺乏的咧，这是伊的情形的咧。那伊的这个情形的时阵，伊这是生活也功课，但是伊对这个整个这种生活情形的时，伊学到什么功课？伫今仔所看第4章第11节讲呢，我并不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已经我都学会了。所以甲咱讲呐，伊无受到环境、无受到资源的多寡一些影响。他都讲到遐尼严重，又饥又渴，又不能睡，然后又没有衣服穿，又多次不得吃，又寒冷，但是他不受影响，因为他一切饱足。原来知足就是保罗他面对资源还有运用资源的最大的这个秘诀的人。
因为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，保罗写予也同工提摩太时，安尼写，伊讲呐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我想大人拢有衫，啊嘛有通食，咱大人拢有，因为大人拢有穿嘛吼，然后嘛拢有他都有食，就当知足了。原来保罗有遐尼侪这无好的物件，但是对伊来讲啊，他很能够知足，这是伊学到的功课。所以保罗的认知的知足就是幸福。对不起，这后边这不是提摩太前书啊，这是腓立比书哈。腓立比书的第4章11节到第18节哈，因为他都要说看的第11节说在的是讲，我并不因缺乏说这话哈，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。到18节讲呢，而且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了。所以保罗跟人讲啊，他虽然有遐尼多欠缺的，但是他很满足，他知足。所以知足就是他的幸福，这是他学到的功课。而且保罗很善于怎样分辨什么是需要，什么是需要，什么是想买。他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8节到第10节，这我邀请大家来念一次来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；但那些想要发财的，就陷于有人贪婪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的。这个经节中间有用绿色的，还有用黄色的。这个绿色的呢是一种，它所代表是怎样？这里面是想要跟需要的部分哦。原来有衣有食，这是我们需要的。我们已经有的话呢，咱就知足啊。所以保罗非常怎样？我有啊，我有3千，我冇通吃，所以我非常的满足，我知足的。伊知影什么叫做需要？那什么叫做想要？你想要发财？然后怎样？又有那种有害、无知有害的私欲，可能以前的所想的，跟咱今麦想的无共款。咱今麦想的可能一寡科技的物件。我看别人叫 iPhone 4，我嘛没有 iPhone， 我那最简单的手机没有，我嘛买智慧型的。我看见别人有啥物机器会当生哇，伊个电脑哇，那速度足紧的。我这只那只老啊，这慢啊啊，我嘛忙当一只较好的电脑噻。到底倒一项是需要，倒一个是有想要呢？咱看有一寡私欲伫咧，啊个贪婪钱财啊，这其实啥呢？是想要，不是需要。所以底下伊甲咱讲啊，这拢会怎样被引诱离了真道，有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因为这个不是你需要的，但是你一直想要治。最后就变做一个苦毒伫你内底。以前咱捌学记和平使者已经讲，这种就是咱的变做咱的偶像。咱想要得不到，就说我一定要，一定要又得不到，怎样？开始有这种论断，论断了就开始有攻击伤害。结果是谁受伤？自己嘛受伤，对方嘛受伤，跟你做伙大人拢受伤的。原来是想要跟需要，你一定要分辨清楚。保罗伊就是伊的分辨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伊知影伊会当满足的咧吼。能够继续看过保罗伊安怎伫伊学会生活秘诀呢？有实践出来啊无？头前咱看伫这个，伊讲伊学会过着谦卑、饥饿、甲缺乏的生活。伫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第11节到第12节。底接说在那讲，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裸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。这是保罗写哥林多教会甲伊讲的，讲我的生活讲没有那样充裕，也没有那么宽裕，无遐尼好的咧。我是安那又饥又渴，然后怎样？又赤身裸体，
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。咱中间敢有人参像伊安呢？我想你若还没比起来，咱当然就幸福咧。咱拢有父母甲咱准备好势，互咱一个厝地通徛，咱干那认真去读册就好。咱还不满意。保罗是这种情形呢，但是伊讲安那，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。所以你会当明白，保罗写一句话讲安那，或许我今麦是讲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保罗真的是得了秘诀，也当过一种日子，卑贱、饥饿、缺乏的日子，但是伊买当过安那过丰富、饱足、有余的生活。到第四的使徒行传20章33节、34节底下讲，伊爱家己用两只手去做工来，和伊的跟伊的同工也生活都一样。但是最后加上一句话呢：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兼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表示讲保罗伊即摆伊用家己的生活了时，他还是怎样？他也愿意去帮助别人。所以等于艰苦的时阵没有问题，他能够知足，他能够这样过了。然后等他有多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讲哦好啊，这起码我给做富无啊，我也当安怎？然后讲没有，他去帮助别人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伊记的这句话，所以我若有记出来时，我应该都要起来帮助别人。所以看见保罗，伊伫伊的这个。伊的生活中间，伊的实践是安尼，伊知影讲伊爱安怎做，伫欠袂身也无要紧，伫伊加出来时也无要紧，为什么会当安尼？保罗伊的秘诀到底是啥？就是今仔读到罗叶所讲一句话，《腓立比书》第4章第13节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原来保罗不是特别厉害，伊甲咱拢同款。伊等到这欠过时，伊嘛非常的艰苦，所以伊写不有哥林多教会，我又饥又渴，又寒冷，又没有地方住。伊该讲这样呐，跟咱同款呐，伊非常辛苦的，但是呢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，所以我会当得胜，我会当过得得胜的生活，因为我所需的神会赏赐给我，其他都是这样，都是。不必要的不是属于那些想要的而已哈。保罗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什么？当作是美事。在刚多经节4章第14节已经讲，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下面一个的美事，英文下讲是 good， 是一个 good thing， 是一个看为好的。为什么受难是一个看为好的呢？咱唔知当明白呗。你若把这个受难，你伫患难中间的时，你能够知足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美事。为什么？你伫迄个所在，你怎样？我们人是软弱的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是不足的，所以我需要帮忙。啊，你要无想需要帮忙，你若无人帮忙，你变哪？你会讲求救无门，你会更伤心。哇，我缺乏这么多，我需要帮忙，为什么没有人帮忙我？但是等你需要人帮忙的时候，有神帮忙你怎样，你就会觉得你非常的，这是一个好事情。所以保罗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因为前面那一句话告诉我们讲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少了在讲这句话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原来保罗伊非常的清楚，第一欠费的时阵，在咱生活中间，咱有足侪欠费心。咱拢唔望人帮助咱，我需要资源，我足侪这资源我无咧，我当咧欠这，当咧欠这，要安怎？你知影你的欠缺，你知影需要帮忙，那无人甲你帮忙时，你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啊！那无人要帮助我，我那叫你烦恼的。但是突然有一个有能力的神告诉你说，我就是会帮助你。
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。神哪要加力量在你身上？神哪要给你资源？神哪要来帮助你的时候，当然你也刚刚这是件美事啊。既然一切我们都非常安定，都非常不缺乏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神要帮助你，因为你刚刚无需要啊。但是等你底下你艰苦的时阵，你大行拢找不路的时候，你都碰壁的时候，神告诉你说：“我要加给你力量，你就凡事都能。”你也一点刚刚讲，一起的美事，是一个好的事情。所以虽然受患难、受贫苦呢，不要灰心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也是个美事，因为你在这样经历着的神的恩典，与肢体同承受患难呢，更是一个美事。就是同样信仰的人。你跟一个不同信仰的人，他恐怕不让忍受的讲神在他身上的帮助。但是咱两个赶快，咱拢是基督徒，咱等的问题的时候呢，咱两个人三个手牵手，底下来祈祷，哇！大家三个来唱歌，唱那歌激励了我们，重新又有一个盼望心。所以跟肢体同承担患难的人，更是一个美事。关键是啥？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哈。那你看从前的保罗跟现在的保罗，保罗的故事咱可能拢真清楚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时阵，伊是要抓基督徒的，伊去找祭司领命，要跟祭司讲，你给我命令，给我一个种圣旨赶快呢，我就带着这个东西的去开始去抓基督徒。抓了要创啊，抓登去互这迄个犹太人，然后要甲关起来。有可能咱若伫这个电影中间看，叫做暴君粉尘路啦，还是什么十诫啦，还是讲到古代迄种主后差不多40-50年左右，迄阵的故事拢咧搬迄下基督徒被迫害抓到先创啥？等咧尸坑内底哈。塞啊，竞技场里面，然后就放狮子出来咬死掉。保罗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以虎接去抓人来，伊为什么会去抓？他有没有相信神？保罗有没有相信神？有没有？这不太清楚啊。保罗是不是法利赛人？他说他是怎样？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所以他学犹太人的律法非常的精通。犹太人信不信神？信神啊，他信的是耶和华神。他有没有信耶稣？还没有信耶稣。为什么没有信耶稣？因为他说耶稣假定是弥赛亚，怎么会被人家钉十字架？他要来救我们，他怎么会被钉十字架呢？以我了解的救恩的意义。救恩，我们的人的罪，他一个活在旧约里面，他的罪一定要怎样？要杀畜生，流血，放在祭坛上烧了之后，赎我们人的罪，用动物来赎我们的罪。今天烧了，明天还要再烧，后天还要再烧，因为我们一直在犯罪。原来动物没有办法替我们代替罪，只有耶稣的宝血才，因为耶稣是神，所以一次就可以。他不能明白这道理。耶稣一定要钉十字架，而且一定要流宝血的。咱才有可能把咱的世人这罪怎样跟神隔开的这罪才能够合在一起。犹太人不知道，法利赛人不知道，保罗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，所以他更深信耶稣不是那个弥赛亚，因为他被钉十字架。当时候钉十字架是怎样？犯了最严重的罪才会钉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真的是一个现代有医生哈，他们去研究过这个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到底有多苦。他发现到没有一个人的肉体根本无法抵挡十字架，吊在那个地方，所有的力量只是用这几只钉子撑着你，然后整个血液一直慢慢一直流光，然后到来的时候心脏是哪一种状况，在几分钟的时候会有什么状况，有医生就这样写出来描述给你知道。所以他说这个根本不是人可以忍受的，
耶稣就透过这样子，所以你认为说，保罗在犹太人刚刚这钉十字架，这个人一定不是弥赛亚，神来的，上帝派来的救主应该是这样，一来以后骑着白马进耶路撒冷城，一呼喊，所有的犹太人都跟他一起，然后就反抗一直呢记得罗马政府，所以。在受那个棕树主日的时候，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喊什么？火山呐，火山呐！把这个什么樟树的这个枝拿起来摇啊，衣服都脱起来铺在地上给耶稣走。耶稣是骑驴进来的，不是骑白马哎，驴是这样走进来，他是谦卑的心进来的。原来犹太人没当了解，因想讲耶稣的救主是这样，是政治的救主。准备要来带领这些犹太人，然后成立国家，然后脱离罗马政府。保罗同样的想法，你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去相信一个被钉十字架的？你们显然是亵渎的神，哇！所以就带兵去抓这些基督徒，带兵去抓基督徒。所以保罗是一个怎样深深相信神的？但是不是真正认识神，这边写这样，没有真正的认识神。等到他一被去大马士革的时候，路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光照了他，他就从马上跌下来，眼睛就开始看不见了。然后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，他问说：“是谁呀？”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：“我就是那你在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这一句话对保罗有没有影响？有没有很大的冲击？因为他在抓的就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的门徒啊！今嘛这声音甲他讲安呐，讲是迄个去用钉十字架，个去用逮的迄个耶稣。那耶稣代表是什么？是不是神？是神啊！因为他已经被埋葬了，但是今嘛搁咧甲他讲，哇，伊就是耶稣。哇！所以显然以贝利亚这些基督徒是对的，他们相信的耶稣是神是对的，我错了。只有单单这么一句话，对保罗来讲，整个提醒了他，原来是他自己错了，不是基督徒错了，他就整个改变。所以我们看到怎样，他从不真正的认识神，变成真正的认识。认识之后呢，靠着加给他力量的耶稣怎样，开始凡事都能做了。开始去传福音，受到很多的责难，都在他就追的被打，他被打了这样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，他被打了39下加1下，他不讲40下，39下加1下，然后又是怎样，又是被石头打，又是这样，传福音中间充满了一些患难，是这种苦难的人，但是他说怎样，靠着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他也受到祝福了，他不受环境的影响，天天他有平安喜乐，他才有办法这样做哈，才有办法安来做。这是保罗，伊把这代志看作是个 good thing， 是好的事、美的事情，因为安怎，上帝加开来给伊。对咱来讲，咱免哪，咱来看这个物件，咱来讲资源有什么特色的咧？资源有3个特色的，它是有限量的。所以咱必须要怎样？要去珍惜它，才能讲咱刚刚钱都有限的呀。每个月领的薪水5万就是5万，你一定要在5万里面之内用。你超过5万，你就没有钱可以没钱通好用啊。这个资源是有限。难怪世界石油有没有限？有限啊。所以点来石油价钱飙啊，又是涨又是飙，因为石油刚刚特别无啊，哇，就开始上涨。为什么钻石也像你贵？因为钻石太少了。黄金为什么贵？因为太少了，太少的，所以你这资源东西有限，你必须要珍惜，要节约。第二个，那些资源它就是要流通，流通就是你去努力就会得到它。你若努力，你得让使用的哈。像如讲，会所谓流通，你想讲你去工作。你到公司去上班，你就领到薪水，公司的资源的这个钱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。这就是一种资源的这种流。你哪去帮助别人，你就是从你的资源流动到当然地方，也就是资源有流通性的，资源是可以管理的哈。
你也当然需要有智慧去管理哈。例如说，你若一个月5万块，哇，你就想着我得要贷款，我得要加油的钱，我得要孩子要教育费啊，我得个创什么？有时候哇，你得开始要规划，你资源有限呐、所以你必须要去努力的去把它好好的去规划去管理。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到怎样，我们刚好颠倒，资源是给我们使用的，都要供那些资源都是要给我们使用。神创造以后开始有石油这些出来，神赏赐我们一天24小时，是我们都经过工作之后，我们有领有我们的薪水等等这些，这些资源都是要让你去使用的。但是这个使用，我们常常刚好颠倒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资源，点到呢被资源所控制住了。所以咱看了一寡这迄个。最近假定石油开始这些所在咧起价时，哇，开始什么都涨价。最近咱感觉咱一寡经济这物件拢开始咧起价。为什么起价？因为资源缺乏了。我们受到资源缺乏的控制，不是我们在控制资源哦。那农作物的物件嘛是同款，咱来缺乏水过少都不行。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受资源所控制，却慢慢失落了控制资源这智慧，对不对？无这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咱需要啥？讲到新资源型，咱需要怎样有新的观念？这观念的啥？用比较少的资源，然后能够过喜乐、平安、满足的生活。你感觉会当啊袂当？富士德他曾经写了一个什么的礼赞呢？属灵生命的礼赞，里面来对感恩公安呢，要过简朴生活。牧师在还没当牧师之前的时候，我们读过那本书啊，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，我说我们来过简朴生活，因为已经那一课上完了，我们来过简朴生活。怎么过简朴生活呢？去查资料啊，在花莲有一个所在在推广做简朴生活，今晚我们在过地的我们在。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去说我要去住那边，然后就是跟他申请去那边住，一天给你一盆水，然后给你一张卫生纸，然后给你什么？然后没有电，没有就是那盆水哦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随便你住没有关系。那一张卫生纸要做什么？你所有到洗手间所用都要用那一张卫生纸，可能吗？但是他要你过简朴生活啊，所以。你都要到外面的地方自己找空地、找叶子，然后去把它解决掉。我没有这么做了，我是我那做，我是看伊记载下来啦。心想这种简朴生活干咩鬼噶？我看还是不要去好了。我们在城市已经太久的人哦，去那个地方待会很难过哦。但是就是有人去哦，他在那边去学习说啊，以前原始的时候的西安呢。在几千年前，不要说几千年，大概什么几百年前，看乡村的所在，就是安尼啊。伊无电，无电就无啥，都无冰箱，嘛无电视，所有电的物件拢无，无手机，什么都无。但是呢，他过得很舒服啊，他在很愉快啊，很满足啊。但是咱今嘛为什么袂使？咱的观念要改，咱观念要改变啦，用比较少的资源。也让过一个较喜乐，仍然也让过喜乐、满足的生活。这个新的观念是啥？就是说，简单是幸福，知足就长乐。你唔在当过这种生活的，简单就是幸福，然后知足就长乐。我想有一点难呐哈，但是怎样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保罗就是安尼行出来，咱嘛是会当的啊。咱伫即么这世界中啊，咱有真侪资源不足的，我感觉欠这欠那欠那。但是保罗跟咱讲啊，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，你就凡事都能。你或许仍然会觉得缺乏，或是有余，你要学习保罗，他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因为保罗他就是告诉我们怎样。其实你别当最高，你必须分辨什么是不可少的，然后要用在不可少的是有限的资源，要用在怎样应该要使用的地方，用在什么地方，你必须要有这些智慧的。其实
不是缺乏，而是我们怎样？我们没有好好的应用而已。保罗知道自己靠自己不能，但是靠神凡事能。我们也能够跟保罗一样享受这种福气的这种应许的。假定我们愿意呢，去认识、信靠耶稣，让他帮助你，他就赦免你的罪，然后做你的救主，加给你力量，让你凡事都能做。愿神就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哦。您刚刚最近有一个大洛特，号称飙到18亿，对不对？哇，全台疯狂。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想要去中到这大洛特。根据新闻的报道，在庙旁边的卖的那个大洛特的那个店怎样？生意最好。为什么？他们买了之后就顺便到隔壁的庙去怎样？去拜说这个号码要中。我看神多难做啊！几百万人都是拿跟他这个要中，这个要中，你不要拿嘴，有可能吗？我看是很难的。那不管他，你觉得中了大洛特之后，是不是以后一切就就没有事了？前几次还有一个报道说，有一个人他中了钱，他的朋友就开始来跟他借哦，怎样伊得了奖啊，嘛这得了几千万年啊，不是亿的哦，哦去个借钱，慷慨好啦，这个给伊，这个给伊，这个给伊，2年怎样，通通不见了，又重新上班了。这些钱呢，并不一定是能够让你完全的解决。其实呢，那个问题思考里面会告诉我们。问题思考说，你认为你的生活怎样才能简单一些，但幸福却不减少？你好好的去想想看，想看卖呀？你敢有影一定爱物质足多以后，你才感觉你有幸福？啊，那你好野人拢就幸福的啊？敢有影噶？前面在2008年的8月才产生金融风暴之后，在金融风暴是什么？雷曼兄弟。紧接着又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风暴，很多人都投资在那个人身上。我没记伊的名，真可笑。那个人的前没有多久之前报道，他的儿子自杀了。他给人家倒的是几千亿的美元哦，都跑到他身上去啊。所以他儿子有很多钱啊，并没有钱，但是他儿子说：“我在世上活着没有意义，因为我爸爸。”做了这么对不起这么多人的事情，他自杀了。有钱就一定幸福吗？不，你一定可以过得怎样？简单一点又幸福。为什么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请举例来分享，什么是我需要，什么是我想要，以及你如何克服我想要的欲望。学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相信都有哦。看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些人做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想要的那个手机，我想要那个名牌，我想要那个什么东西，那个是不是需要还是想要？是想要的。你能够分辨出来吗？那分辨出来要你如何去克服呢？你被那克服力一样，有什么方法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你不要靠错了，不要靠自己呀、靠神啊，跟神讲，我很想要那个东西，那显然不是我要，将我这个错误的想法挪走。卖我个这样，我也当用金简单，我或有余，或缺乏，我都能够知足。求神好让有知足的心底里哈。真正能够掌握在我们手上的资源，其实是这样，信靠神的，而不是那些物质的。让你能够凡事都能，而不是去想办法得到更多的物质啊！你愿意享受用这个观念带来的福气吗？今天咱讲的福音主义是说，福气临门，福气要临到你的所在去，就得啥？就得你的观念改变。你会当用更较少的这种较少的资源，你得让过着幸福的日子。简单是幸福，知足就常乐。你最别搞一样啦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，凡事都能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主必听到巴贝兄弟，阮伫
地面上的这生活中间，阮常常有一寡无正确的欲望，造成阮超过阮所需要的。阮常常甲即个想要伫的想要甲需要，阮伫遐混淆着，然后阮就为着迄个想要的时，阮伫遐无闲，伫遐烦恼。主，你今仔日爱甲阮讲，阮爱学习保罗共款，阮会当知足，阮若有通食，有通穿，我就爱知足啊。然后阮就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，或是富裕，或是欠缺，阮拢会当满足。因为阮靠着主，你互阮的气力，阮就凡事会当。求主你来帮助阮所有这阮的会友、阮的肢体、阮的兄弟姊妹，在阮的生活中间，阮若感觉阮有欠缺时，阮头一摆阮先倒转来想，这是我的需要，还是我想要伫的？主，你就赏赐阮有这个智慧，互阮会晓明白，阮上界需要其实就是主。主，你就帮助阮明白，假使这是阮一定需要时，主靠着你，阮就有这个气力会当来得到，因为主你要帮助阮。阮将阮今仔日的福音主日中间要甲阮讲的福气要临到阮，互阮有一个新的观念，互阮伫生活中间，阮到底有啥物欠缺即个部分？阮靠着主，你加添伫阮的气力。阮就会当度过。上界重要就是互阮的观念得到改变。阮感谢有即种机会参加伫遮来学习。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，阮要同时用主祷文参加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